大家好，我係阿樂，歡迎你嚟到呢個頻道阿樂粵語講新聞。最近星島頭條同香港經濟日報先後報道同一個現象，就係月入3萬至4萬嘅香港打工仔，原來都可能陷入所謂精緻窮困境。表面睇，呢班人收入唔算低，好多人會覺得已經算係中產邊緣。但現實就係，扣完日常必要開支之後，戶口每個月都可以接近清零。兩篇報道之所以引起咁大迴響，正正因為佢講咗好多香港人而家最真實嘅感受。所謂精緻窮，表面意思係生活睇落有要求、有體面、有品質，甚至仲帶少少中產感覺。但實際財務狀況並唔輕鬆，可能每個月冇乜剩，甚至月月清零去維持表面正常生活。但係如果只係將精緻窮理解成消費，鍾意買靚嘢，鍾意打卡，太表面。因為香港而家最值得留意嘅根本唔只係消費習慣，而係連正常收入都未必換到正常生活。香港最殘酷嘅地方唔單單係窮人辛苦，最殘酷仲有一班明明已經揾到高過一般人肯努力返工、肯捱嘅人，到最後都係覺得自己好似冇出路。香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係3萬蚊，而2025年整體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大約係21,200蚊，即係話月入3萬至4萬，表面上已經唔算低，甚至高過整體工資中位數。但照樣可以生活得非常緊張，呢個唔係個別失敗，係成個結構出問題。兩篇新聞其實都講緊同一個核心矛盾，就係呢班人表面上唔算窮，實際上又未夠錢買樓，未夠資格享受安全網，最後只可以硬食租金、通脹、社交壓力同向上流動困難。新聞個例子講得好傳神，表面上呢班人每日出入商廈，間中飲杯咖啡，放假短途去一轉日本或者深圳，外人覺得佢生活唔錯，甚至親戚朋友都會以為你應該幾穩陣。但實際一計數，扣完強積金、家用、租金或者儲首期、保險同日常開支，戶口每個月都清零，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私樓買唔起，公屋又冇你份，窮又窮唔過有安全網嗰班，富又遠遠追唔上有資產嗰班。所以今日想講嘅唔只係新聞入面嗰種精緻窮表面現象，而係想借住呢兩篇報道，進一步拆開香港而家一個更深層嘅問題。點解一班收入其實高過中位數嘅人都覺得窒息？點解表面睇似係中產，實際上就冇安全感？點解以前大家以為只要肯捱就可以慢慢向上，今日變成越努力越似喺跑步機上面原地踏步？呢節節目真正想講嘅就係香港夾心階層點樣一步一步俾生活成本、住屋壓力同資產門檻夾扁。講白啲，呢班人唔係窮喺人工，係窮喺冇入口。以前香港人會相信，只要肯捱，人工一步步升，之後就可以儲首期、買樓、成家立室，慢慢累積資產。今日最大問題係你人工可能升咗，但你根本入唔到資產遊戲，租金一路食住你，樓價門檻擋住你，生活固定成本壓住你，最後成個人生只係喺現金流入面打圈。你唔係冇收入，你係永遠去唔到下一級。香港最可怕唔係低收入，而係高過中位數都入唔到資產階梯。你每個月辛辛苦苦返工，出糧嗰一刻覺得自己仲可以，但一計租、交通、外出食飯、保險、家庭責任，成件事即刻變咗第二樣。你唔係完全捱唔住，但你又冇可能真正鬆一口氣。你唔會即刻跌落深淵，但又永遠上唔到岸。其次，呢班人最大問題係連窮都冇資格。香港有唔少住戶仍然住喺公營租住房屋，對基層嚟講最少提供咗一個基本安全網。而你月入3萬至4萬，又未窮到入到安全網，又未買得起私樓，夾喺中間，兩邊都唔到岸。根據2025年第4季按住戶人數計嘅月入中位數，3個人住戶大約係37,000蚊，4個人住戶大約係50,900蚊，即係話呢個收入層一旦要養家、租樓、照顧下一代，壓力其實可以好快見頂。
所以香港而家最辛苦嗰班，未必一定係最底層，而係嗰班睇落仲有少少體面，仲要維持正常生活、衣着、社交、工作表現嘅人。佢哋唔可以叫窮，因為一叫窮就俾人話你月入都3萬幾、4萬，仲可以講乜？佢哋又唔可以放低體面，因為一放低工作、人際甚至自我感覺都可能即刻受影響。於是佢哋只可以繼續頂，繼續扮冇事，繼續月月清零。呢度就要講清楚一個關鍵位，所謂精緻唔一定等於虛榮，有時有啲開支根本唔係為咗炫耀，而係為咗維持你喺香港做一個正常人嘅資格。返工要着得體面，食飯未必可以日日兩餸飯，手機電腦唔可以太落後。某啲社交活動你又唔可以次次都缺席。喺社交媒體時代，呢種體面成本其實越嚟越高。你未必真係想扮高級，但你會經自己一放鬆就即刻跌出個圈。講到底，香港好多每月收入3萬至4萬嘅人，其實都係夾喺中間。你話佢有錢，又遠遠未到；你話佢可以完全唔理形象、唔理生活質素，又未必做到。於是佢哋只可以一路頂住，一路維持表面正常，唔係因為真係特別貪靚、特別虛榮，而係一放低，好似連自己原本嗰個位置都守唔住。表面上係生活選擇，實際上係生存壓力。不過去到呢度，我哋唔能夠太一面倒，因為的確唔係所有月入3萬至4萬嘅人都一定窮。有人同屋企人住，有人已經上車，有人冇家庭負擔，有人理財做得好。咁生活當然可以差好遠，所以問題唔係3萬至4萬一定窮，而係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連呢個收入層都可以好容易被固定成本壓到好辛苦。只要你租樓、要獨立生活或者要照顧家庭，成件事就完全唔同。再講深一層，呢件事唔只係個人理財問題，而係香港成個中產幻象開始失效。以前大家以為中產起碼有3樣嘢：有穩定工作、有機會儲錢、有機會向上。今日好多人工中上嘅人，第一樣可能仲有，第二樣已經開始冇，第三樣更加越嚟越遠。你話佢窮，佢又未算最窮；你話佢穩陣，佢又一啲都唔穩陣。於是成個社會出現一種好奇怪嘅狀態，就係大家都想奸，但越返工越冇希望。如果你將呢種情況放返落一個普通香港家庭入邊睇，就更加清楚。假設一個3人家庭收入去到37000蚊左右，其實已經接近官方中位數，但一扣租金、小朋友教育、家用、交通、日常消費，其實剩返空間唔多。即係話問題根本唔係某個人特別失敗，而係而家香港好多正常家庭一入到現實場景，條數就已經好緊。所以去到呢度，我想補充，精緻窮唔可以只怪佢個人，有人會受消費文化影響，想維持體面，喺壓力之下用買嘢安慰自己，呢個當然存在。但如果連正常收入都頂唔住香港而家嘅租金、家用、交通同生活開支，咁你就唔可以簡單講一句話係佢自己大使。有佢個人責任，因為真正壓住佢哋透唔到氣嘅係成個生活環境。而家再睇另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就係北上消費。好多人一到週末就上深圳食飯、買嘢、按摩，甚至純粹散心。呢個現象唔應該只理解為貪價錢平，因為佢其實係一種用腳投票。當越嚟越多香港人覺得本地消費同生活成本唔成比例，北上就自然會變成一種自救方法。某程度上，呢個已經唔只係個人選擇，而係大家對香港生活成本壓力作出嘅直接反應。但係要清楚，北上只係止痛，唔係根治。你可以去深圳食平啲，用平啲，短期慳翻一筆。但你翻到香港，住屋壓力仲喺度，工作壓力仲喺度，資產門檻仲喺度。即係話北上可以幫你歇一歇，但改變唔到最核心嘅問題。真正困住香港好多夾心階層，仍然係收入追唔上成本，努力又追唔上資產。講到呢度，
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就係當一個社會連人工高過中位數嗰班人都唔再諗向上，只係諗守住現狀，咁個社會就唔再係進攻型社會，而係防守型社會。大家唔敢生仔，唔敢轉工，唔敢創業，唔敢出錯，因為一出錯，後面冇乜緩衝。呢種狀態唔止影響個人，仲會影響消費、家庭形成、社會氣氛，甚至對香港未來嘅信心。呢兩篇新聞之所以會咁多人有共鳴，唔係因為大家悲觀，而係因為佢哋命中咗香港最近幾年一個好深層嘅變化。以前香港人會覺得辛苦幾年總會慢慢見到成果，今日越嚟越多人感受到嘅唔係辛苦之後有回報，而係辛苦已經變成日常，回報就越來越遠。當年月入3萬至4萬，理論上應該算穩陣嗰班人都只係喺度死守現狀，就唔係個生活方式出錯，而係成個城市嘅安全感開始向下滑。所以講到最後總結，第一，月入3萬至4萬都覺得辛苦，唔係新聞誇張，而係香港現實。第二，呢班人最痛唔係冇錢，而係收入唔低但冇資產入口。第三，最難受唔係赤貧，而係夾心，因為你連喊窮都冇乜人信。第四，北上、自救、節流都可以幫到手，但都只係戰術層面，未觸及根本。如果要講自救，有3樣方法最有用。第一，唔好再用消費去維持自我價值，因為呢個年代最貴嘅唔係名牌，係你未來嘅選擇權。第二，固定成本要盡量壓低，尤其係租金、債務、長期訂閱同面子使費。第三，要盡快為自己儲返一啲緩衝錢，令自己唔好一失業就即刻斷氣。香港最令人不安嘅信號唔係有人月入1萬幾蚊辛苦，因為呢個世界本身就有貧富差距。真正令人不安嘅信號係連月入3萬至4萬，肯做肯捱嗰班人都開始覺得前面冇樓梯，只有跑步機。你一路跑，一路以為自己向前，最後先發現原來只係原地踏步。呢個先係今日香港精致窮3個字背後最深嗰層意思。多謝大家收睇到呢度，我哋下次見。